乜嘢係升糖指數？經常食高升糖指數嘅食物同埋高血糖、糖尿病有冇關係呢？升糖指數我哋簡稱係 GI， 係衡量食物中碳水化合物影響血糖水平嘅指標。具體嚟講咧 ，GI 反映咗食物裏邊碳水化合物喺消化之後升高血糖嘅速度同埋程度嘅。GI 值越高，表示食物喺消化之後咧迅速升高血糖。GI 值越低咧，即係表示食物嘅對血糖嘅影響係較緩慢嘅。低嘅 GI 食物即係低過55度啦，代表進食該食物咧就會消化同埋吸收都慢啲嘅，血糖咧上升會平緩。例如全穀類啦、豆類啦、蔬菜類等等。中 GI 食物係56至到69度中間，血糖上升速度係適中，好似係糙米啊、全麥麵包等等。高 GI 食物大過70度，消化速度好快，血糖迅速咁樣升高，好似白米飯啊、白麵包啊、糖果等等。碳水化合物其實包括糖類、澱粉同埋纖維等，唔同嘅食物嘅碳水化合物結構都唔同，係會影響消化嘅速度嘅。另外，一般越加工精細嘅食物咧 ，GI 值就會越高。煮嘅方法咧，亦都直接影響 GI。烹調時間越長 ，GI 亦都可能係越高嘅。最後喺同時進食唔同嘅食物嘅組合裏邊，亦都會直接影響 GI。例如同時進食蛋白質、脂肪或者纖維，都可以降低整體嘅 GI 值嘅。運用 GI 配合進食碳水化合物咧，適合唔同嘅身體狀況嘅。例如糖尿病管理要利用低 GI 飲食嚟控制血糖嘅水平；體重管理嘅期間，利用低 GI 食物穩定血糖水平，並且提供更持久嘅飽腹感。運動營養可以利用高 GI 食物加快補充能量，並維持較長嘅時間同埋運動嘅耐力㗎。